咱即摆所收听的是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过去想要知影政府资讯并无简单，自从有政府资讯公开法，政府就亲像专门的资讯图书馆。任何依法应该主动公开的资讯，亲像法规命令、施政计划、业务统计等等，去政府机关的网站就当轻松查询。不是主动公开的资讯，嘛会当向资讯专属的机关来提出申请。政府资讯更加透明，民主参与更加便利。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台语趣味文化营要开始来报名咯，时间在7月初5到初7，有3天的活动，内容有趣味台语、童军亲子体验、表演艺术等等的活动。地点在台语文创意园区，欢迎厝内底有国小1年到5年的小朋友会使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电话：04-724-4909。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anet。如果收到朋友的 LINE 讯息，要求你代收简讯或是代打电话，就要当心咯，因为这通常是歹徒正在进行诈骗。请直接打电话问你的朋友，才不会受骗，让自己的荷包失血咯。亲爱的听众朋友，恁厝内垃圾哦，是毋是定定听袂清楚？转过来，转过去，较准就是收袂到。来，关怀电台即马介绍你一台上新上赞的垃圾哦，会当设定时间、设定电台、锁定频率，也阁有电子显示荧幕。除了听 FM 加 AM 以外的节目，阁会当定时做闹钟啊，嘛会当插耳机。不管厝内插电、出外斗电池，拢真方便，而且美观阁大方，遮尔赞的垃圾哦，外口无咧卖，只有关怀一声独家代理，专人送家扶上。电话04-724-0922，724-0922。在地声音，在地关怀，关怀本土，关怀台湾，关怀你我每一个人的关怀广播电台 FM 91.1。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清玉。今仔日是星期二，咱现在的节目是咱的厝边隔壁的节目。咱知影，逐礼拜伫咱即个时间内，无论是请咱的地方的首长或者是咱地方真要紧对咱足有关心的，或者的专家来甲大家说明报告，互咱大家对家己即个乡土有较侪的关心，较侪的明白以外，我是讲咱厝边隔壁的所有的事项人情义理吼，大家拢借即个时间，咱大家人来讨论，所以真多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咱今仔日甲大家请来一个我相信你有足要紧足希望会当见到会当听到伊来甲咱介绍的人即个就是咱大家知影，咱地方上其实伫台湾是足有名吼但是吼可能大家对伊的笔名搁较知影，大家拢知影一个鹿晗秀吼有当时要叫伊的本名煞叫袂出来，真正当时差不多是安尼吼。我真欢喜，今仔日就是咱隔壁咱台中市的文化局的局长，咱的鹿晗秀吼，是咱全国内面足有名的一个文学家诗人也是伫咱对着本土的文化、本土特别是台语的即个语文足用心。做真侪诗，佮做真侪歌伫台湾，大家拢知影一个鹿晗秀吼，但是吼，可能就台中的人较有福气，高雄的人较有福气吼，因为因拢有因正做因的文化局的局长吼。咱今仔日特别请伊来吼，其实有几落项的即个心机啦，吼，有真侪期待，一个就是讲。当然，咱大家知影，咱拢足要紧，咱家己本土台湾的语言、台湾的文化，咱中华嘛推即个台语文的创意园区所以咱真认真希望讲，咱家己的台语咱家己本土的语言文化，无去互放煞去爱顾好佫爱发展。不过，敢若过去因为即个政策的关系，实在是落一段足大段所以不止艰苦。但是咱知影鹿晗秀，伊本身就是真有意识，佮真用力伫咧处理吼。伊佮担当过高雄市的文化局长，佮来做台中的文化局长，所以两大都拢伊拢做是两大都的即个文化的领导人即摆倒伫咱隔壁吼，所以一定要甲伊请伊来，希望将伊伫台中、伫高雄安怎咧推动即个工作，伊就个对伊本人伊家己先会安尼做吼，伊家己有啥物款，我相信伊有足侪迄个宝贝物吼，咱嘛希望今仔日有机会咱会当来甲伊学习啦吼。所以伫遮是毋是先请咱的王局长先甲大家请一个安好无？好，周馆长好，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也是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吼，非常欢喜，感觉真荣幸，会当互我较早我的偶像我先拜周馆长来就伊的节目，佫较欢喜着，今仔日拄咱周馆长生日所以会当甲周馆长来讨论即个议题我感觉非常的欢喜啦，尤其是。前无偌久，我嘛有即个机会参与着周馆长长期咧推动伫咱中华迄个台语文创意园区做了真好。我相信语言呢本来就是生活伫咱爱伫咱的生活内底去使用像我定嘛是去互真侪朋友甲我起笑呢，讲你咧写台语诗的人结果恁囝台语讲袂认真这咱感觉想说嘛是真安尼稀微啦。你讲伊去幼稚园入要国校内底时阵，伊周边人就是因为讲交通的语言，就是咱咧讲华语也是国语嘛所以确实咱咧打造一个语言母语的环境，我感觉这非常母语的环境对嘿。像头仔周馆长讲着讲，我捌伫高雄服务过，即卖伫咱台中市文化局咧服务。我的想法是讲，语言你也讲
强制讲啊，伊是一个你爱学习的对象，甚至甲摕来考试吼，啊，就拢害起啊，吼，就拢害起来，走进去哈。所以讲啊，我就尽量想办法讲，可伫吼，甲即个语言融入伫咱生活内底。譬如讲，你咧讲话时阵，啊，你咧演讲的时阵，啊，你咧开会时阵，自然使用迄个语言。啊，大家听了顺，大家袂感觉所谓的违和感啊，吼，无违，嘿，无违和感，自然嘿，安尼就，我感觉吼，伊比讲你硬讲要咱这2点钟吼，来教台语、教母语，搁较有效啦吼。所以我家己咧一寡做法来讲提供即个互大家做参考嘛，请馆长甲指导。对讲，每一个县市基本上拢因有伊家己叫做地方文学奖。地方文学对，我想中华就是黄溪文学奖嘛，因为中华较早叫黄溪，咱台中吼，台中较早县市还未合并呢，进前吼，台中市叫做大墩文学奖，因为台中较早旧名叫做大墩，但是县市合并了变做一个大台中，所以阮台中就怎无伊个地方名都怎无起来，就变做台中文学奖，是。咱台中文学奖吼，我就任了，就加设一类叫做母语诗歌的创作。母语诗歌的创作。台中因为伊算不只大嘛吼，一个咱即个人口是咱即马台湾吼第2大的都市，所以呢，伊就是多族群嘛吼。所以咱即个母语就利用客语一类，吼，台语嘛一类。咱用这个语言，过来呢，这是文学创作，过来就是艺术表演。艺术表演当然包括戏剧啦，还是讲音乐，这是咱一般真容易去接触到这个艺术表演。这个部分呢，像我对咱传统的这戏剧团，上界明显的就是讲歌戏嘛，布袋戏团，当然还有这个南管。有这南管，这拢用母语、用台语咧表演，所以咱就甲鼓励，甚至甲支持，因去做创作，甚至咱嘛，因为台中的妈祖信仰真多元，真蓬勃嘛，所以讲真兴，所以呢，台中当年伫农历3月时阵，大家滚招妈祖，晓得妈祖真侪咱庆祝妈祖时阵爱搬戏。较早叫做搬大戏，搬大戏就歌戏嘛。即嘛有布袋戏啊，歌戏，但卖有个人吼，无讲迄是小戏啊。有一寡庙啊吼，伊只宫庙，因为讲是讲要迎合时代的性，啊是讲新的这信徒，拢要唱歌啦，歌星啦。以前敢有在跳迄个电，电子花车啊，嘿，钢管舞啊，我起来了，我就讲，袂使呢。我讲我这是咧做宫庙文化呢吼，宫庙文化，我鼓励讲，两类的团体你会使请。第一，在地，在地可能你无论讲什么剧团，我拢允准你，你就登记伫台中啊，这在地。一个就是传统的，所以像台中有一间妈祖庙。伫南屯叫做万和宫，万和宫有一个真大的特性呢，一项叫做二姓戏、自姓戏。自姓戏的意思是讲按照姓氏，为一类啦。比如我本身姓王，姓王的这边戏是姓王的人来请来演的，这边是姓周的人请的，这个自姓戏。安尼个这法都。我第一遍听，所以这一演哦，哇，演足久的咧，演2个月啊，拢搬歌戏，哇，所以呢，伫个庙埕内底啊，安那2个外月拢，逐暝拢有戏啊，看过来拢。即摆还有，即摆还有。有足侪人在看。有啊，所以讲，我用这方式，比如阮的妈祖文化我有前就办这个剧本的比赛，剧本比赛甲分3类，现代剧。儿童剧甲传统剧，现代儿童传统。这个咧剧本得奖作品选出来了，刚才选剧本无效啊，剧本是要来搬开嘛剧本刚才剧本是还无完成所以讲剧本选出来了，爱搬演做戏啊，所以
儿童剧毫无疑问，咱就是来演儿童剧吼。啊，现代剧啊，你甲搬做电影、拍做电影。啊，传统剧咧就是歌戏，安尼吼。啊，所以讲，啊，过来就是讲，我每年也有办一个真大型的演讲活动。即个演讲活动吼，一年请100个各行各业真有名的即个讲师，也是专业人士来阮台中，无论是入去校园，还是文化中心、图书馆，吼，甚至讲一寡即个艺文空间去演讲吼。啊，遮呢，即100个内底，我每年超上少有1成，有当1成到2成，是啥？即个母语的专家。哦。哎，啊，伊来当一个好。小等我安尼感觉1成，敢有够？比例敢若毋对呢？我算的比例敢若无啥对呢。但是吼，我是咧做各行各业，毋是讲语言，毋是纯粹咧讲语言，比如。我即个专家有诶是语言诶，小可爱甲你小可安尼精注一下吼。各行各业内面，嘛是有人啊。是啊，所以我意思讲，伊专门咧研究母语，就占少1成。啊，但是其他各行各业，你咧演讲诶时阵，咱鼓励讲你会当用母语演讲。哦，即句即个啦，我头过袂了即句。比如我咧，当时我去演讲诶时阵，我会当讲现代诗啊，但是我用台语讲现代诗。所以你头过来讲是讲各行各业的迄个业啦，迄个专业对啦，专业是1/10。那安尼是应该毋尔十种。对吼！啊，但我有当定咧讲，啊，因为即摆咧做即个工课嘛，所以我定演讲主题讲台中历史哩。啊，我用台语讲台中历史。啊，要分类来讲，我这个文史专家，毋是语言专家。哎，毋是台语，毋是母语作家。无语言。嘿，啊，所以啊，你立起来就可能有啊，就是迄个拍数加足多嘛。啊，若无我就是要甲你争取讲吼，无嘛就爱7成。啊，7成是咱你看台湾吼，咱使用台语的人就占超7成，哦，啊是真口，啊所以啊，管长我咧讲是无过分。对啦，无过。啊，毋过咱讲是讲安尼吼，有7成人，但是事实上真正咧使用，你看是差不多几成？我感觉吼较侪啦吼，较早咱知影啊，伫选举的即个光谱内底吼，其实台中吼，一向以来拢是蓝大于绿啦。哦。啊，蓝大于蓝的大部分就讲啊，可能因为使用语言，那些讲较华语嘛吼。啊，但是咱林佳龙市长吼，一顶届选举赢20多万票呢。这样呢吼并起来吼。啊，像我伫咧2月看，阮遐个议员吼，一寡咱国民党的议员，虽然因本身是可能是即个，较早咱传统咧讲所谓外省的吼。但是伊嘛，台语嘛讲就流利啊咧，我咧甲阮妈妈台语妈妈话你咧，阮顶个臭头诶。是。啊，所以我感觉这是真好现象，对。伫咧咱生活内底、工作内底，吼，啊，咱真实所在用即个语言诶时，即个语言才真正会活啦，吼。啊，无拢等咱上课时阵来讲即个语言，啊，就啊无效啊。语言伊原始诶功能就是咧沟通嘛，吼。啊，尾啊，则慢慢提升变得较抽象诶、抽象，譬如讲学术诶思考啦，吼，迄个语理诶思考，迄个诶思辨。啊，但是你也无先为生活开始，迄个语言吼，伊无得建构不起来。是。这真啊，就要紧，我先会开去要紧讲要推动，咱个要求大家会当尽量伫厝内爱讲家己诶母语，就是讲。就头过你一开始就讲，迄个母语的环境是足要紧。毋过，咱因为过去国民党执政遮尔久来，伊个足强烈的国语政策嘛吼，所以地区即摆遐个观念拢定啊足严重去啊吼，啊所以我即摆是惊讲即个青年即代，啊个青年个落去因迄代吼，若无个即个环境无紧甲恢复，互伊有母语的环境。恐惊因都无听嘛，甚至即摆阿公阿嬷都对孙仔都爱颠倒甲伊讲台湾国语啊，啊所以安尼对因的国语嘛无标准的吼，啊对囡仔伊嘛无机会听，所以较会烦恼。即点我是对遮烦恼去。我是安尼看，你讲确实有即个问题啊，但是有一个较好的现象来讲，
较早吼，像我较细汉的时阵吼，讲台语，你人是会用迄种轻视的迄种态度，啊，心态咧看你。啊，你即马讲台语吼，我看伊少年辈应该是袂即款心态，伊可能袂晓讲，还是讲袂认得，但是袂讲伊袂听你讲，啊，你咧讲台语，感觉讲啊，你即个人无水准。即马即马已经我家己感觉观察啦，是袂安尼。我当然这是真好现象。咱像我即样的人，大概拢有共同的迄个真吼悲惨的经验。你也伫下吼讲台语吼，去互老师去互同学开甲你教吼，啊你着挂一个牌啊，啊无着罚钱。检举。嘿，检举吼，啊你爱罚钱嘛。啊，过来人会感觉讲台语你无水准。吼，变做一个身份的区隔，我感觉介无好。嘿啊，好佳在种，咱这较早会晓自我反省，过来来讲，啊，确实生活周边吼，我是大家人嘛，我着细汉的时阵，尤其是头先咧讲着妈祖，农历3月我差不多拢伫阮大家镇南宫吼妈祖经口伫遐，因暗时拢有咧搬戏嘛，迄阵一搬有搬3平的。歌戏、布袋戏吼，啊，搁一个叫做迄个高家。高家就是迄个皮影戏嘿。毋是皮影戏，高家吼是南款的一款啊。哦，高家。高家嘿，高家啊，有的人写做酒甲。啊，敢听有？听无，所以我定咧讲笑讲，啊，迄嘛事实来哦。阮说细汉嘛，啊，庄卡种无啥娱乐。搞不好迄种电视了袂入来到台湾，所以庄稼人拄啊好无简单，等着农历3月吼，哇，妈祖经咧闹热，暗时吼，真正万人空巷啊！大家医疗业咧吼，那个庙口去遐看，看戏，啊，歌戏病吼，歌戏头前拢在查某的，啊，布袋头前拢查甫的啦，啊，这拢人山人海。是安那头前查甫爱看布袋。啊，查甫爱看布袋，因为暗时诶。布袋戏暗时咧搬吼，拢搬迄款金光戏，嘿，搬金光戏啊，就是吼金光长棍啊，水气千条迄款的啦，吼啊歌戏吼一句啊唱足久的，查甫人无耐心，吼，爱一个。对啊，啊查甫人就爱看歌戏嘛吼，我就是较有感情在内底，吼啊拄啊就是迄高家吼较有啊，看无听无看无，所以头前拢无人咧看。所以我讲吼，迄敢若坐咧后壁妈祖咧看的呢。哦，是，所以在你想吼，你安尼做过两位的局长，是。你安尼在推动，你感觉，互你感觉一安尼，你心就安慰的，你感觉你上有成就的吼，你做的是倒一几项？因为文化吼。我定咧举一个例着，文化做袂了，过来的文化吼，我上爱滚起来讲，文化毋是咧种同学啊，因为同学吼，你这样可能，这样种哦，可能3工后要煮火锅会当去办啦，吼啊文化敢若咧种鱼脑去咧，爱几啊10担，爱吼100外担才看有啦，所以做文化工课吼，会较俗无就是安尼嘛吼，然后哇，你着无度看伫吼。近期看袂到伊的修行，所以人袂重视，吼，啊嘛毋知讲你做了安怎，啊，所以讲，我晓较感动是讲，当你咧感觉讲啊，有迄款无力感的时阵，你做啊足多，啊，但是呢，可能媒体嘛袂去报嘛，吼，啊，搞不好伫你咧体制内底人可能也看袂啥会着，无像人建设的吼，一铺落去对吧？马上看了一条路平啊，啊长啊，直。啊，厝起来就起来。对啊，就会起来，啊，恁在看人看无？啊，毋过定伫你哦，毋是迄个不经意的时阵，有人来讲啊，局长还是讲老师哦，你我当时有听着你一条演讲你讲啥，还是讲你做什么活动，我讲安怎，迄就讲啊，迄足安慰啊。所以文化吼。迄火气压落去，毋是伫你园仔内底开火尔，可能风佫吹出去，吼啊芳啦，吼啊叶啊佫带出去，去伫外口开火，你毋知影，啊开互水互别人看，你可能嘛拢毋捌看到，
啊，但是有一天有人讲，啊，我第一次看到一朵花，啊，原来是你为你才传出去的。我想敢若听你各位听众朋友啊，各位遮好朋友，你看，敢若听咱的局长咧讲话吼，都亲像咧看伊的文章共款吼。我想真正迄个感觉，你着对伊直入去啊吼。我想真正是文化人啦吼，真正是文化人。伫遮我想讲，你推动即个工作确实是无简单，毋过影响是足大的，影响是足大。我是讲你应该是上有经验，通甲大家分享，因为这都要用足侪精神，都要用足侪气力，而且过去的人无咧重视，啊，毋过其实是足要紧的吼。你若有迄款的素养的时阵，你规个要进步、要发展，可能都是对遮来。对，所以我较爱做真侪创新的代志啦吼。譬如讲，阮台中吼嘛真趣味哦。我当年吼，我拢会找4个作家，啊，甲这4个作家因的相，啊，放咧阮公车，台中市的公车面顶，公车车厢外口，吼，咱大部分看车厢就是广告商品嘛，吼，啊，无就是人就是迄有名的偶像的影星、影星、歌星。哦，做代言人，嘿，啊，个选举，对，挑选人。我毋是，我是用作家，哦，啊，佮甲伊市民吼，啊，呢，小可大家小可互动算者，讲，啊，这作家你敢知是啥物人？你啊，歌星捌较侪，影星捌较侪，咱在地作家你敢捌？啊，这个你捌无？啊，你有啥物款的办法通去推动？啊，我就是先互去走嘛，吼，我走，阮迄一车安排一走。迄个车程算走50公里呢，50万公里哦，走50万公里哦。啊，了后我再讲，好，即个就是啥物人？吼，大概迄段时间，啊，我佫开始讲，你看，你会当摇，啊，寄明信片来，吼，你摇着吼，会当抽奖。抽奖，抽奖，哦，啊，就介趣味嘛，吼。所以你是足用心咯，我感觉若像安尼讲起来是，看起来毋是啥物了不起的办法吼，但是都是足日常的、足普通的，表示你真正足深入伫咧。啊，所以真侪人讲哇，敲电话来问啦，迄个我看着只迄个什么人，吼，啊，这伊公布了，阮会去公布出来，甲名佮做起了，啊，再佮走一段时间，啊了开始办演讲会，吼，啊来讲哦，咱今年吼有这4个作家是啥物人，啊，就找一个专家还作家来介绍伊的作品，介绍这个作家，吼啊办演讲，安尼。所以这是我感觉你这确实真正做的啦，毋是放烟火甲放起来，啊，就一个。头拄仔就是对你咧讲，头拄仔，比如讲，你咧讲即个比赛啊，吼，像毋管是诗歌创作的比赛啊，艺术意见，还是表演比赛，就是因选出来了，若无演嘛是无效啊。吼，就是一定爱搁后壁会有后续啦。啊，你才有真啊，都无，即点我完全认同，完全认同，就多谢。啊，过来讲，我感觉讲，咱文化艺术吼，嘛是爱甲生活做结合嘛吼。啊，尤其是文化部，咱感觉讲，伊上介冷吼，啊，无声音啊，要看爱发现。我即马就去找即个，比如红茶。有人咧卖红茶馆啊吼，我就甲伊合作，讲啊好，你即个瓶装吼、屏风吼、瓶装，我甲你设计。啊，我甲设计你讲，找台中市的诗人，用因的相片啊，景因一首有代表性的诗，啊，内面诗句啊，一红茶啊，红茶内底有一个诗人，啊，有一首诗伫面顶，吼啊，我即摆嘛含迄个，阮嘛捌含春水堂，春水堂真有名吼，啊，就伊的杯套。哦，伊也烧的时阵烫嘛吼，这就是创意的创作吼。啊，我就去甲春水堂文创啊，嘿，对文创，啊，就甲杯套共款安尼做，吼，啊，包括讲有一间真有名的饮料叫做纯粹喝啦，伊是咧卖冷冻的吼，拢大卖场拢有，啊便利商店拢有 ，7啊全家拢有，伊就用我的诗，啊，甲相片哦，放在因的印在因的瓶装。感觉就弄出来，感觉弄出来。啊，伊迄卖讲，伊一支吼，我甲用2支嘛吼，啊，一支卖600万元，2支卖大概到1200万元。哎哟，
所以表示咱的人其实是足轻无迄款的物啊，只是以前都拢接袂着安尼。我当初咧甲因讨论时，我讲吼，我咧甲头家讲，你即个杆啊吼，外形、色水拢无甲你改变，字嘛拢无甲你减走。我敢若讲加印3逝字、3、4逝字，你感觉安尼吼？你的顾客会安尼怎摆改买？讲当然袂，哦，啊，过来内容拢你原来原料吼，产品拢无照精，吼，啊拢袂，我讲安尼啊，加印迄3、4逝字会增加你的成本。伊讲袂啦，毋正钱啦，我换一个版就好啊，吼，换一个版就好啊。好，我讲啊安尼吼，你想要把印3、4逝啊死起来。你的产品就甲其他无共款啊，那个感觉感觉都无共啊嘛，对无？吼，既然拢无减分，啊，搁来有可能是干那加分尔尔，啊，完全无减分，搁来就有可能是加分嘛。对啊，我讲有可能讲吼，平常是无咧啉的即个产品的人，都有一工，也是讲听人讲，有安尼台湾有即款饮料面顶，搁印三纸吼，印一首第4伫面顶。就有气质就有气质，啊，足趣味，啊是讲吼好奇买来啉看咧。你敢若所以讲你敢若有加分无有减分嘛？所以我感觉爱文创，你解较好。确实是。嘿嘿嘿。即个价值就加起嚟啊！啊，我嘛是定咧。安尼你甲恁台中市加趁足侪钱啊！我定咧甲这作家还是艺术家讲，我先帮大家甲即个环境打造出来。你莫讲即摆咧甲要求讲。我你用我的诗吼，用我的图，你是互我偌济版税啦。我讲我即摆是咧去共拜托，我去厂商拜托去共说服，去共拜托。啊，等下因若肯做的时阵，慢慢即个环境也做出来，讲对，就共款迄个商品，啊，有一寡商品伊有甲某一个真有名的画家的图放伫面顶，也是讲甲一个真有名的作家，伊安尼用伊几寡画几寡文章。一段小段文章，也是讲一首小第4伫面顶时，伊迄个产品比伊同类商品卖了更较好时，啊，逐个咧，迄个竞争就出来嘛。安尼我嘛爱来找哦，我嘛安尼做，安尼迄个时阵，迄个价值才有。啊，咱讲你要共要求版税啥，迄阵才来嘛。你即摆是开始我咧共拜托的时阵，即个敢若讲这，我就帮到。啊，我钱我是付钱去互厂商，吼，嘿啊。所以我感觉讲，这爱大家有共同的想法。啊，你就安尼，你感觉你退了安那？退了有加趁足侪钱无？我是完全无趁钱。我相信就是讲，恁遐个艺术家。啊，无啊，阮就干那基本的使用费，啊袂嘿嘿。但我讲这个环境要打造无遐尔紧啦，吼。爱一寡时间。对，啊，干那其实我就讲跟台中咧做吼，嘛是啊无够力啦。咱全台湾各地各县市吼，安尼做的时阵，变做讲即款台湾即款商品，拢爱有即款质感，对，有即款质感的生意才有竞争力啦。好，要为达到即款什么时阵，因会去找讲因适合的，因喜意，还是讲吼伊的消费者喜意，的艺术家啦、文学家的作品嘛。即马事实上，台湾人的迄个程度素质，敢若一直提悬起来哦。我有一项就是讲，咱对台北的捷运开始吼，清气淡淡，足有规矩，大家拢主动着排队。所以我即个我感觉是足好，我个人是感觉足好。对，我感觉吼，台湾人确实吼，伊个所谓的可塑性吼，非常悬啦，吼当然有人咧讲台湾有伊真吼，迄个。真特别吼，光彩啊，光明的一面嘛，当然嘛有一个丑陋的吼一面啦吼。譬如讲，我会记咧吼，边咧做台北市长时，伊咧设一个政策，我听着足惊咧。讲要求讲，骑乌多麦，爱带安全帽啦。台北边就是台北县咧吼，你台北县市是迄个共同的生活圈咧。你台北市安尼要求我人去台北县的，要去台北县是免啦，还是讲去台北县要来入台北市？我咧想讲，哎呦，这咁塞个情况，想袂到讲，我一点仔，敢若迄个对抗力量敢若真少，马上就先讲，不止台北市，全台湾大家拢爱戴安全帽，
你即摆吼徛倒摆，小红坐我倒摆，无治安全，无你等得怪怪。所以我们台湾人适应力真强吼。我定咧讲一个笑话，讲我一个较早一个。但是敢若年改的迄个适应力无尔，这是足明显的。切身的，足明显的，切身之痛哦。讲我一个朋友吼，90年代的时阵吼，伊为美国转来，去美国炒10外冬，啊，拄啊伊人无伫台湾的时阵，拄台湾吼经济大进步吼，变化较大的时阵，好，伊一转来看台湾变化安尼侪，伊说哇，会使讲吼，目睭安尼银我吼，讲哇，那台湾伊较早熟悉台湾，那变早安尼啦吼。啊，有一遍伊安尼有一真深的体会，讲伊发觉吼，得一天吼，咱即个气候变迁就是讲吼，地球暖化啊，我南极、北极的冰山拢扬去了，啊，所有土地拢海水淹落去吼，上界早伫吼海水内底吼，耳孔后壁离开吼，啊变做屎吼，变做鱼啊迄款屎吼。就是台湾人，台湾人诶，适应力足强，适应力足强，马上就变啊！对，马上就变。啊，今仔日事实上，咱对咱的局长才听到伊有伊的一寡经验吼。啊，我想今仔日非常的难得吼，会当。捌你的我相信足济，看你的文章，听你的歌，我感觉亲像咱春天的花蕊啊吼，迄安尼差不多逐个拢会晓唱啊吼。对，真侪人拢会唱着。我捌2年前吧去加拿大吼，加拿大啊，我加拿大咱迄个同乡会会长，伊讲吼，因就逐个约食饭嘛吼，啊伊就接待阮，讲要互我一个吼，即个惊喜安尼。结果我一去吼，伊摕我写的台语歌，敢若是潘丽丽的《画眉》，我写真侪台语的流行歌嘛，啊，大部分真侪是潘丽丽唱的，吼，当然嘛，啊，佮其他什么凤飞飞啦、蔡琴啦、蔡秀凤，捌唱过外歌。哦，伊摕 CD， 伫遐好签名，过来，甲迄 CD 吼10条歌，一条一条唱互我听咧。哦，我一个查甫呢，有够厉害呢，因为我的歌是拢互查某唱的，10条歌，大家拢好唱，哦，我感动啊！是。啊，所以我像写歌吼，我本来我是写诗嘛吼，啊写诗了，我就感觉讲咱台语歌长久以来，台语吼较早伫国民党时代，拢互讲安足无水准的。是。我讲足讽刺的，讲我去。伫迄个学理内底吼，为学术来理解着讲，咱台语优雅是，我读的系大学读的系叫做中国文学系，啊，中国文学系照你讲是研究中国文学，啊，说为中国文学去了解着咱台湾文学，了解着咱台语，所以我说为即个学理吼，即个角度佮转来看咱台语，啊，学台语。遮尔优美嘛吼，遮尔有水准。我讲哇，那长久以来吼，咱抹黑扭曲吼，这吼要想办法来想办法，袂使讲哎呀，你写文章甲传播，写文章传播当然迄个有效啦，正气嘛嘿。真忝。我讲上解好，啊，就是我讲的，你就是为作品啊，为生活内底啊，我就好啊，我来写台语歌。啊，台语歌长久以来，咱捌互日本人统治过吼咱有即个流行音乐。即个文化嘛，互日本影响不止深，所以咱台语歌谣的即主流，重要嘛是迄个日本的演歌嘛，吼。我讲我当写一歌，甲日本演歌无共款的当表现咱台语文字水的的作品嘛，所以我就开始安尼咧写，拄算拄好运啦。写拄有人普及，普及了，变做真正变做歌阮较早叫做唱片，变做唱片，变做迄个 CD， 有听众介意就安尼一路一直写，所以变做讲写台语歌写台语诗，是我创作内底一类足重的作品。我到即摆嘛是搁咧写台语诗，有机会时阵。
我即马嘛是用我家己台语诗咧讲咱我即马吼大诶即台中市，咱台中文化。我感觉你这是叫身体力行啦吼，这个我对你遮，我想讲甲大家搁特别强调一下，就是讲，咱的王局长伊是讲用编的编迄些无意思啦，啊不如我做好，做好出来互你看。对。啊，我就是甲做，啊就甲唱，结果就是遮尔好啊，啊这自然的，所以用实在的力量去展现的是，颠倒可能是一个足好的一个效果。对，所以伫遮吼，我是想讲，你敢要安尼，互阮小可欣赏一下？你有啥物款的？你的宝贝吼，因为我想应该是足侪人拢有听过吼。啊，不过想是毋是伫会当借用即个时阵，你敢要甲阮用念的啊，还是要用放的啊，还是要用唱的啊？好啊，我先来用讲的啊，拢好啊吼。我先来念一首台语诗啊吼，啊这台语诗吼，大家听看卖咧吼，咱就会当要亲身听着伊亲身念的，可能无简单哦吼。这首诗叫做《百年城》吼，啊百年城是旧年2017年的时阵，我一边参加和市长吼林佳龙市长参加一个咱台中市吼火车站100年，台中市火车站旧年拄100年吼，啊所以阮文化局拄落办即个100年庆的活动，啊市长来参加。啊，迄边嘛拄着咱台语歌一个真有名的歌手，啊嘛创作者吼，迄种创作型的歌手叫做林强，写向前行迄个。迄阮彰化人呢？啊，对，鹿港人呢？嘿，这我拢有研究，我拢有研究。啊，就市长来甲讲，恁两个吼，一个歌手啦，当然伊林强嘛要写词啦吼，但是伊就较强的可能写曲嘛吼。佮甲我唱歌，吼，伊讲，恁两个要合作者安尼吼，市长讲，尤其是林强，你较早写一条向前行较有名，吼，应该佮写一首啦，林强就讲，伊即马心境甲较早无共款，较早向前行是鼓励咱，吼，即个中南部的少年的吼，爱来台北打拼，讲伊即马心境是希望讲，转来家己故乡。吼，市长讲安尼愈好，我做的就是台中市长啊，我毋是台北市长啊，所以咱留伫故乡吼，来打拼，所以林强就滚笑你讲，好啊，无陆老师啊，伊也要写词，我就来写，所以我就只要市长的命令我爱写吼，所以我就写这首叫做《百年城》，用台中100年即个背景来讲台中的故事。所以这个。歌阁有伊的意思是，毋是干那咧风花雪月呢，是佮将地方诶即个特点，地方的历史，地方的即个所在介绍互大家知影。因为过去咱拢讲，过去国民党式的教育就是拢咧教中国大陆，万里长城啦，什么铁路啦，结果台湾大道落水溪啊，什么大渡溪都搞不清楚吼，所以这是足大的意义吼。100年城，100年的文化城市，妈祖的信徒满满是，绕境祈福必应乡里，淡子吊青新港销魂，山中水甲互人用要袂喘气。以早纵贯铁路，高架过袂去，尾啊连起来南北变兄弟。公园内乌心亭有记地。府城放门楼搬过来徛起，先贤伫雾峰结交吟诗。第二市啊，做生理买菜食鱼旗。文化协会公演开通面地，现场啊先有够硬气。伊讲台湾议会一定爱设置中央自局那文化发电机，休困13条后重新开始。因贵先啊。绿岛关岛转来去大肚山顶画地种玫瑰。台中虽然温和，但是真坚持。淡薄仔中和毋过介有创意。一个城市亲像火一蕊，火车驶伫彩霞的天边，车站抬头向天咧宣示，台中起步开创新的100年。
所以吼，做局长就是安尼啦，足好足好。你这敢有变做歌呢？这对，这有变做歌，咱会当吼来邀请咱朋友大家来听一下。啊，是你要唱哦？你敢要好唱？无，这较摇滚。摇滚咱嘛是会使甲摇一下啦，吼，哎，是不是请百年城？真水呢，啊，意思嘛拢写甲足好吼。介有创意。城市，马祖新埔满满是，绕境记互配音乡里，男子俩字成功销魂，山中水甲互人往尾袂喘气，伊早上班铁路到这过袂去，尾仔连起来，南北变兄弟。来，乌心听有义理，有声北门楼，歌歌来徛起。大台中亲像花，遐尼水，真中雨，真迷人，有创意。一个城市。亲像花一蕊，花正犀利，彩霞的天边。做生意，袂使食稀奇。文化协会公园开通面地，现动阿仙有够硬气。你讲台湾议会一定爱设立，中央主强拿文化的发电机，休困一站了后，重新开始。先拿热倒汗的倒转来，去大渡山顶布地种玫瑰。大台中亲像花，遐尼水，真温和，真坚持，有创意。车站街头。在算是台中起步，开创新的100年。台中虽然温和，但是真坚持。淡薄仔中雨，但是介有创意。大台中。亲像花，遐尼水，真温和，真坚持，有创意。车站街头，向天地宣誓。车站街头，向天地宣誓。台中起步，开创新的100。大台中亲像花，遐尼水。
中，亲像花遐尼啊水。啊，真好听，而且意思佫足够，毋是干那好听尔啦。要紧是。所以我讲吼，这首诗吼，啊，你也甲读吼，还是讲摕来看，你发觉哦，真正台中历史草安尼，吼，台中历史人文吼，你讲100年文化城市，马祖信徒妈妈是，咱讲民间的信仰吼，台湾啊吼，北城隍、南王爷，啊中部就是咱马祖，吼，啊马祖吼，中华马祖嘛足有特色的啦，啊台中足侪。迄个宫庙拢特色，啊！但是我以阮大家人吼，大家的妈祖啊，对，去新港吼绕境啊，啊都介有名啊。咱南主有迄个再生山庄，吼，啊这再生山庄吼，甲咱台中的开发，台中历史真密切嘛，甲雾峰林甲嘛拢有关系。伊是林家的部长。对，18大佬之一吼。啊，过来了新港吼，神冈路小云山庄。啊，小云山庄是姓双口李哈，姓李。我定咧记咧讲哦，李别人吼毋捌你要紧，但一个人一定爱捌。因有一个后代叫做吕全生、吕全生吼，这个咱神拜。神冈诶。伊是神冈小云山庄啊，晓无？哎。啊，李全生吼，咱台湾优秀的迄个音乐老师、音乐家，尤其是伊是合唱团的指挥。吼，台北较早有一个叫做荣兴花园，啊，荣兴花园有一个荣兴儿童合唱团，吼，啊，团长指挥的是李全生老师，咱新港人，伊有3条歌足重要，足有名。阮若拍开心内门窗，吼，杯底毋通饲金鱼，摇囡仔歌，李全生老师的作品，吼，伊做谱曲的。啊，所以呢，过来台湾西部吼，纵贯铁路是伫1908年才连起来，吼。台湾铁路是为北平往南平去，啊南平呢为北平，啊中部迄阵啊，咱中部大渡溪、大甲溪、大安溪足侪溪啊，拢大条，所以伫较早工程内底吼，才较困难。所以上届尾啊完成的就是伫中部，啊连起来就伫中部，所以。迄阵伫日治时代啊，因真重视嘛，吼，特别派一个亲王来遮主持迄关叫做台湾吼，纵贯铁路专通式，就是全通哈所以讲，即个我诗内底讲较早吼，纵贯铁路高架过袂去，啊尾啊连起来，南北变兄弟，咱连起来了，即个南北二路拢会通啊嘛，吼。啊，所以参像吼，嘉良市长伊定咧讲，台中市吼是因为铁路现代化，确实有影啦吼。啊，不只是现代化，包括讲有即个铁路了，文化活动嘛蓬勃发展啊！吼，1910年，咱台中的历社办叫做全岛诗人大会，吼，全岛诗人大会，你讲啊，找全台湾岛一寡诗社、一寡诗人来台中大家集会。哦，有迄嘉义的啦、彰化的啦，啊，有迄个台南的，这个诗人安怎来台中坐火车来，坐火车来吼，伫1911年，吼，林献堂啊，伫1907年时去日本去找着梁启超，邀请梁启超来台湾，啊，到1911年时梁启超来带因查某囝，吼，啊来台湾。伊安怎来台中诶？伊是坐船吼，为日本坐船到嘉南，再到嘉南到台北，啊，为台北坐火车来台中，吼，来台中，啊，伫雾峰住9工，这拢甲铁路有关，吼，啊，讲到即个100年前吼，旧年100年前来咧，吼，台中有一间妈祖经啊，办一个足有特别的活动，叫做七马会。七马。嘿，七马会，就是讲七神妈祖大家集会嘛，吼啊，主办诶，即个宫庙叫做伫台中市成功路，叫做万春宫。万春宫。啊，万春宫呢，就找7间，因家己万春宫之外，吼，找台中诶汉溪嘛，乐成宫，吼啊，五星调元宫。彰化南窑宫。鹿港天后宫。吼嘿啊。北港调天宫啊，新港奉天宫，
拄啊7间妈祖吼，即拢在地足有名嘿，拢足有历史啊，足有名的妈祖来台中一回，迄叫做七妈会。这七妈会吼，即个五妈，因为迄个万春宫甲乐成宫伫台中市内底嘛，咱其他的吼，五车啦、中华啦、鹿港的啦、迄个北港的、新港的，安怎入来台中市？坐火车，妈祖坐火车，所以讲这铁路吼，伫台中介有趣味吼。我讲公园内乌心店有基地，府城北门楼搬过来徛起。台中伫老兵团咧做台湾新府的时阵，伊就是甲台湾省城要设伫台中，开始起台中城，起台湾城吼。毋过伊干那起3年尔，伊就落台啊。落台了，伊接任者伊就爱起。我爱甲即个省城囥伫台中，搬去台北。过来，过无几年，1895年日本人来啊。日本人对都市的经营，甲咱较早传统无共款。咱是现代化都市啊。你去遐城门啦，吼，城墙啦，城楼啦，这咧通路嘛。那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要拆掉了，迄阵台中人去甲日本跟吼协调。讲无留一寡，互阮台中人做纪念，所以就甲迄阵起好北门，城门楼、北门楼吼，留落来，留落来要囥伫倒，建伫路中啊。所以讲拄边都有公园，就是台中公园。嘿，所以北门的所在就是伫台中公园遐，无好啦，台中公园内底有空地多嘛，所以甲北门楼吼搬。去咧内底，所以咱即摆去台中公园看，你看小山轮啊面顶有一个安尼吼，所谓古色古香吼，迄阮亮点啊，迄其实是较早台湾省城的北门啦。北门啦。所以我讲公园内乌心亭有基地吼，乌心亭哦，咱知影台中吼，湖心亭是因为我头讲着1908年台湾西部铁路专线通车，迄个。载人亲王哈来咧主持即个通车典礼的时阵，会主持典礼所在，所以迄个湖心亭有几款意义，第一种纪念着西部纵贯铁路专线通车，过来会当主持典礼，过来互迄个亲王会当休困。所以这湖心亭即种迄个搁帅我有讲着讲参林献堂啦，讲着杨贵，这拢咱台湾台中足重要的人物，因伫台湾议会设置等等是讲杨贵伫咱文学、伫农民组合运动拢足重要。你嘛对有着阵呢？对，我是。你嘛对着阵。对着杨贵。所以这对你有影响无？是，影响真大，影响真大。是。尤其对我的创作。我创作吼一开始我就是甲先摆看人先摆作品学嘛，有样学样。我较早写拢写超现实的，写拢人看无的。尾来家己反省看袂使安尼死文学来甲写人看无但是要安怎写互人看有，搁有艺术的手法、艺术的质素，就一直迄个。尾来我去捌着杨贵，甲带斗阵4个月淡仔。恍然大悟，原来是安尼，对，原来是安尼，所以才有你这个大诗人吼，不但是真好的诗人，足有气质，足有素养，足有思想，佮足有咱的本地家己在地，这点我是感觉上可贵吼。不但是安尼，佮会当来担当局长，来提升来带动中部佮南部。咱的整个，咱的百姓普遍的即个文化的素养，我看这是真正是足要紧的一项代志。非常感谢。我头拄仔就有咧问过讲，局长你是做诗人，你较爱做诗人，还是较爱做局长吼？担当行政的工作吼，我就互伊家己来甲咱讲。我是感觉讲，伫咱一个民主社会吼，一个公民社会内底，咱每一个。公民，不管你是咧做老师，不管你咧写作，还是讲咧做工程师、做医生，甚至你咧做扫涂骹，拢共款，大家拢一直平等。
啊，但是大家拢应该爱有这个责任为这个公共事务来付出，吼。好啊，有这个机会，虽然本身咧写作，但是有这个机会来参与，尤其是着应用咱公共大家共同的资源，来甲咱台湾的文化做得较好。我感觉，我会伫这位置面顶呢，尽量甲做得较好，啊，对咱的文化这样做较正经的工课。啊，真感谢。今仔日时间实在是无够吼，真正是无够吼。有太济，因为对心肝底有足济的想法通去甲大家分享。咱真多谢咱的王局长特别来，咱也真欢迎。你真感谢你的所做的工作，嘛希望你以后搁较济机会来甲大家分享，来带领大家。有机会时一定来吼，对周馆长指示我来。多谢大家收听，多谢。给付只领到65岁的前1个月，满65岁以后就没有原住民给付可以领了。你妈在领原住民给付的时候，如果同时符合国民年金加保资格，还是要缴纳保险费。这样年满65岁的时候，就虽然不能再领原住民给付，但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哦。这样哦，谢谢阿美婶提醒。提醒您，原住民给付从年满55岁发放到65岁的前1个月为止。在年满65岁前，即使在领取原住民给付，若符合国保纳保资格，仍应按时缴纳保费，到65岁时才有老年年金给付可以领取。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台语趣味文化营要开始来报名咯，时间咧7月初5到初7，有3天的活动，内容有趣味台语、童军亲子体验、表演艺术等等的活动。地点咧台语文创意园区，欢迎厝内底有国小1年到5年的小朋友会使报名来参加。报名专线电话：0472444909。袂晓游水的人无丢离，拄着危险。体育组教你自救的4个步骤：第一步拍水面，双手举平平，出大力拍水面，大声喊救命。第二步冒扑面，会当把身躯的衫脱落来，自头向对后撇去，用空气把衫灌落把，正倒会扑的物件。第三步掠探直，空气数一喙介大喙，手甲骹顺起来势，顺对下面去，身躯放落紧张。第四步倒探。